来看选举的消息，艺人鸡排妹郑家纯伊进前即是讲有接到民进党竞选伊即个参加2024年立委的选战嘛，听讲有立赢有意要甲定调参选台北市中正艋舺区。即卖有网友希望讲伊登去台中市参选对战国民党的立委杨庆英，被点名参选了，伊伫咧头一摆出面啊，伊讲伊歹去倒位拢无要紧，去金门嘛无要紧。面对最近各界的批评呢，伊自比是沙包。 伊笑笑咧讲，真正若有参选未来竞选的小米，有可能是小沙包。我本人最近的客观角度环境也是在血流成河，用路线过境来比喻家己即马所面对的情形。洪点名代表民进党参选北市中正艋舺立委了后，嘛讲伫2024有可能会加入战局。那我的态度始终如一，就是他们派我去哪我就去哪。 去金门也 OK 哦。消息一出来，民进党内出现真侪声音，不过李赢高赞讲到，因为半少在地议员，包括吴派友、刘耀吉、甘胜官，民调拢说对手认为数，党内高赞才选择派期兵。任何的放话传闻，我觉得都没有意义，所以我也建议党中央应该要把所有可能的名单都一起来公开、公正的做民调。啦啦队女神林香，还有人说我是牛鬼蛇神，不是吗？民调的数字，因为我也没有看过，所以不方便评论的。我不是要故意学侯友宜讲话的态度，但是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。郑家纯阿给出世，听到黄志奇有炒房车嫌疑，都无遮尔好过。媒体前自开上批评，郑家纯捌因为各自发放判刑4个月，还有纠纷侵害医美诊所判赔90万，搁要炒房投资讲家己6000万买白种，真紧就转手。敢讲李赢伫咧选人，拢无咧看。炒房哪一个名嘴？他有几间房？再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嘛，当然像个沙包。未来如果真的有机会，当上候选人，我想竞选小物可以出一个小沙包。啊，即马无网友讲，确实等于故乡参选台中第3选区，谈主台艺成功后里，和国民党立委杨庆英对下。不论是谁，都是可敬的对手，我一定会认真看待。 审慎对之。无论战南战北，郑家纯讲愿意参选，已经成功差了话题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